今集去嘅齋鋪係香港素食店群去深圳開嘅第一間分店，選址係深圳富有特色嘅商場深業上城南門直街。青 B B 咧早年試過香港店噶啦，聽聞深圳店咧有米芝蓮廚師助陣，所以想試下咧到底係點噶。深圳店咧有大約70個座位，另設包廂。而呢度咧同香港店唔同，係蛋奶素店，不過大部分食物咧係純素嘅，只要落單之前咧問清楚就可以噶啦。價錢方面咧平過香港店，而款式咧都有所不同。結果青 B B 點咗咩嘢食呢？首先係前菜桔汁貴妃，有桔仔片配上粉紅色嘅粉耳，食落同木耳一樣咁爽脆，顏色又特別靚。只要倒埋旁邊嘅豉油落去咧，成碟會變得既醒胃又好味。跟住到主菜普羅旺斯燉素牛肉，主角咧係素牛肉件，數量比配角多，味道同質地只係愛家食過嘅素羊肉，有少少煙韌同埋肉地嘅質感。其他食材咧有意大利脆肉瓜、青瓜、車厘茄同埋椰菜仔，而個醬汁咧有頗香嘅香料味同埋番茄味，令成碟菜變得吸引。加上熱辣辣送到咧應該幾好送飯，唯獨覺得咧份量就唔算多啦。另一碟咧係蘆筍百合桃膠，係清炒小菜。青 B B 咧第一次食炒嘅桃膠，同平時食糖水嘅質感咧分別唔大，亦都唔會同其他食材咧有違和感。跟住到煎小籠包，可以改為蒸，出爐時咧係熱辣辣嘅，餡咧有素肉同埋菇類，餡量比較少。咁至於個包咧就唔係白色皮嘅，雖然冇白色咁軟熟，但係質地咧都唔難咬。跟住飲翻碗湯，點咗石斛牛肝菌湯。青 B B 咧差唔多食晒啲嘢先飲，估唔到咧仲幾熱下，裏面有菇菌類，湯咧就屬於清新潤喉嘅類型。而甜品控最期待嘅就係香港店都有嘅 Opera 素糕啦，深圳店分別有蛋奶素版同埋純素版，青 B B 咧就梗係揀後者啦。不過咧，佢個造型就比香港店簡單得多啦。佢只有3層，分別係朱古力海綿糕、朱古力 mousse 同埋頂層嘅 gel。至於味道同質感方面咧係 OK 嘅，你當佢係一般嘅朱古力素糕咁食咧，就會滿足啲。今次嚟深圳店嘅用餐體驗比預期理想，最開心係整體嘅食物味道比香港店好，服務同埋環境都相當唔錯。食完飯咧可以行下商場，去其他福田區嘅景點都方便，大家不妨去試下佢嘅素菜啊！